最近我睇咗個奇幻嘅案情，真係仇人睇咗會心軟，債主睇咗會捐款，我忍唔住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話說阿三哥喺女朋友生理期，想爆破施工挖隧道，阿女朋友就鬧佢：你即刻同我扯！三哥就理解錯咗，以為係扯旗果尾，於是就霸王硬上弓，浴血奮戰。老強真係一場充滿信念感嘅單方合作，毫無懸念。三哥最終起提國家全日制封閉式包食宿封印班3年，用坤哥嘅說話嚟形容，就係經濟學上面講嘅摩擦性失業。違反摩擦就肯定失業噶嘛。以後隨身帶個印泥同埋合同，本次發生關係屬於雙方認可行為，同意嘅話簽名打指紋啦，然後自己摸光豬，我呢邊錄個像。阿禪話以前啲老強係爛仔、地皮流氓、黑社會，而家啲老強係男朋友、老公、前夫。本來個古仔咧發展到呢度都只係從愛情過渡到案情，誰不知後面逐漸離譜，發展到病情，再升華到險情，最後直接到災情。話說阿女朋友自從三哥入咗看守所之後，茶飯不思，多次寫信表達對阿三哥嘅愛意同埋刑事案件中嘅諒解。你慢慢都諗唔到三哥刑滿釋放之後出嚟同條女復合咗，又愛到死去活來，只能夠講呢一對係極品啊！但凡少一件都構唔成人類情感學嘅極端行為藝術啊！而更加炸裂嘅係，兩個人喺後續戀愛期間，因為瑣事爭吵，疑似係女方脫口而出：我送得你入去一次，就送得你第二次，今次你判得更重啊，因為你係累犯。三哥就好憤怒咁話：3年啦，你知唔知嗰3年我係點過噶？三哥心諗唔斷尾，我咪又3年。一怒之下，直接鏈住女朋友條頸，將佢滅口，享年26歲。你送我入去，我送你落去，好公平啊！我一開始以為呢個古仔最多都係愛情法制教育片啫，誰不知係銷戶新聞。番茄作者絞盡腦汁都諗唔出咁炸裂嘅劇情。我聽完 CPA 都燒埋。坤哥幾時都話唔好意思，一條女哥哥淨係玩一次，好多女坤哥上過佢屋企打遊戲，就唔會再有下次噶啦。回頭草就好似冰箱入面嗰碟隔夜菜，應咗嗰句經典語錄：命運會反覆出題，直至你給出新的答案。而我想講呢一 pair 對抗路情侶絕對係復合得好啊，就應該強綁定，差啲流入市場禍害人間啊！我都係第一次聽有人將法律當成調情工具，將坐監當成小別勝新婚。對人性對法律唔存敬畏之心，報應係嚟得如此之快啊！關注我愛江律師，你會幸福噶。